肌力，撐起行動力。因為年紀大會出現肌肉流失，好容易會出現四肢冇力嘅情況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會用到2個水樽去訓練翻我哋嘅臂力。我哋呢個動作叫做二頭彎舉。首先，我哋將水樽慢慢提起，然後慢慢放低。呢個動作最主要訓練翻我哋嘅前臂同埋二頭肌，下數可以做15至20次。呢個動作要注意，我哋嘅上臂保持直線，然後慢慢將我哋嘅手踭帶向上，帶上嚟嘅時候，身體盡量保持直線嘅。落嚟嘅時候，慢慢吸氣，慢慢放落去。訓練翻我哋嘅肌肉，咁先可以保護到我哋嘅關節，冇咁容易痛同埋磨蝕，行步路都會更加有力添。除咗運動，我哋仲可以加強補充 HMB 嚟幫助重建肌肉、減少流失，同埋葡萄糖胺幫助修復關節，吸收鈣幫助增強骨質密度，預防骨質疏鬆，達到增肌、護關、健骨3大功效。